跟住再由譚耀新帶大家睇兩則本地體壇消息。一連4日嘅何賢杯乒乓球單打賽已經進入白熱化嘅階段。呢項為咗紀念何賢老先生而舉辦嘅乒乓球賽事，今年報名情況仍然非常踴躍。雖然只係分成男女子單打2個組別，但由於只係不分組呢，無論年紀大年紀細，大家一齊享受乒乓球嘅樂趣。男女子單打衛冕嘅梁建華同黃翠芝仍然都係成為大家關注嘅焦點啦。晚上將會進行8強嘅對碰賽，聽晚望下體育館就會上演王者爭霸戰㗎。踢毽相信唔少電視機嘅觀眾都踢過啦，但可以踢到咁出神入化咁真係令人難以置信㗎。呢班嚟自國家毽球訓練中心花毽代表隊嘅成員，展示咗踢毽嘅藝術同埋高超嘅技術，踢出就係不一樣嘅毽。由工聯體委會主辦，為咗慶祝特區政府成立8週年綜合體育表演晚會，精彩節目就連場送上啦，合共有20項嘅表演。除咗剛才大開眼界嘅踢毽之外，仲包括有傳統嘅獅藝同武術，仲有就係工聯職工活力健身操嘅推介，以及花式單車等項目㗎。